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海之戀方通嘅高兒姐小姐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影入灣嘅一房單位，而家即刻為大家介紹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喺單位裏面啦，咁呢度係玄關位嘅位置啦，係用密碼鎖嘅，冇乜走廊位，所以係非常之實用嘅空間。開放式嘅廚房啦，設備齊全，提升咗整體客飯廳嘅空間感。單位清雅簡約，方正實用。嚟到浴室嘅位置啦，呢度係配置企缸，裝修雅致，單位間隔分明。呢個係飯廳啦，係非常之實用嘅空間，仲提供個小露台。一到晚上可以坐喺度欣賞下呢個迷人嘅夜景。可以 relax 下。咁呢度呢，就係飯廳嘅空間，就算打麻雀都夠晒位，非常之實用。亦都好多個櫥櫃啦。呢度呢，就係洗衣機啦，呢度雪櫃啦。電磁爐同埋積冰爐，咁嚟到睡房啦，方方正正，實用率高，冇乜窗台位。呢邊呢可以擺個大型衣櫃，然後呢邊擺床，非常之實用。開出去係夜景，非常之開揚嘅市景嚟。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同我 call 預約同查詢詳情嘅。